小道气配。哎呀，个小道气，一天到晚只晓得有问，不晓得读书啦。老爷为侬不晓请过多少个教师先生，你说哪一个教师先生见侬不头痛？告诉你，今朝老爷又请来一位教师先生，马上就到。看你个小道气，外国再道气。我是小道气啊。那你是老道气。哎呀，小相公哎，跟你讲过多少回了？你最近在生病，吵的啥哎？来噻！哎呀，一定是教师先生来噻！又是个小道气。是彩云妹妹来了吗？小姐姐姐，哟，彩云妹妹啊，我家小姐来了。王小姐来啦！老院中，将军这厢有礼。将军，你们往小姐上楼去，我在这里等候教师先生。我刚才看到树林那边有人来了。王小姐，刚才我家小姐啊往地去你呢，你家小姐在家做人啊？我家小姐啊，这2日身体又不好嘞。2周不见，怎么又病倒了？还不是为了个倒霉的亲事，该死个人家，3日2头来才亲，我家小姐一去嘛，又病倒了呀。小军姐姐，我不叫你家老爷将这个亲事退掉你。是退不得个啦，这陈家是有财有势哦，这头亲事嘛哪个退得了你？怕他些什么？明朝是谁将你家小姐领退人家，看他怎么样？彩云，先生请啊！呀！一脚的人儿担重哦！哎呀，努力往门讨人也，讨人也。哎呀，实在是我多有冒犯，望不见怪，望不见怪呀！将军啊，这是老爷新请来的教师先生啦！教师先生啊！先生，你可曾丢啊？还好。先生啊，快请！我家老爷正在等儿你这位教师先生呢。呀，老员工啊，
我不是来教书的呀。啊，那是你家老爷同我专请襄阳名士张继华前来教导。真乃张先生不肯从命，故我今日他来慰告你家老爷的呀。那他呀，他哟。妙啊！这院内孤帅好一番精神也。花开尽
谁知道？小姐，你怎么也出门起来了？那看着梅花有多香啊，给我这里小心擦得。妈，让我亲手摘取一支，送与我那月英姐姐，插在屏上边的玛瑙瓶中。哎呀，这莲枝梅花为我从天降，这字不好，还是下流去寻马子上来。原来是山花天女，谁穷人好，是小生在此，是小生在此啊！小娘子是小生冒昧，小生冒昧。小娘子，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呀？一枝梅花是我家小姐撒手掉下来的。掉下来的？哪里是掉下来的？分明是他生进我的呀！相公，你既然知道，就该早点还我。小娘子，小生是有情到此，偶尔在此当了客人，这话不偏不倚，偏偏当在小生的额上。既然这话是你家小姐的，应当奉还啊！不过还请小娘子转言一声，谁是小生襄阳张继华，我是有学到此。小娘子，你要小心在事啊！小生。小弟尚在场内，不免在我凝思一声。
是女人情杂来，草断花生面真梦惊为小姐，小姐，小姐，身边之下有个诗人这当客人，这花落下不偏不枉，刚刚落在他的额上，好不同意。他叫张继华。谁让你听他的话嘞？我不要。喂，我家小姐不要了。美醉美意，美醉美意。啥子地方？跑下山，莲子梅花心语意，恰为我披肩一面归西方。哎呀，小姐呀，你可知小心房门跟前看？真叫谁突然思念相杀穷江哎呀，我听一声响叮当，小生有出鬼旁，
上真是那人生一次天下，小弟呀，你真是天生有女同万年，黑色花子人缘郎，从今本来月老强势，天兵是梅花做自长，天兵是梅花做自长。哦，原来是此哦。哎，这位相公，我人家那个城来比起来呀，真是天上地下了。哎，相公啊，你回去吧，我家小弟和你呀，今生今世是无缘嘞。回去吧，啊，回去吧。这个，哎呀，小弟对我连连操心，莫非将我上去？哎呀，这样高的路，怎么抱得上去呀？哎呀，就没人想，这个小姐下驴与我开门来了。对，小姐与我开门来了，我嘎多个年纪玩笑啊！哎呀，赵老先生不必怨送，请留步。亲啊！哎呀，不必怨送，请留步。哎呀，夏女叔，你怎么也来了啊？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来，快来接过西山一日赵老先生。喏，这位就是襄阳名士张继华。哦，赵老先生，舅娘啊！今日大家光临，务必盛会。哪里？哎，这是小圈没有造化，不能得先生责备啊！哦，赵老先生，请稍等。哎，夏女兄，这位赵老先生是这里的红绿词人啊？是啊。他家里有一位小相公，名叫苗儿。还有一位小姐，名叫赵玉英。夏女兄，此际我已经决定在这里教师了。你不是叫我为日赵老先生吗？你是什么？你不是叫我为日赵老先生吗？赵老先生，自梦重生，教的琳琅诗词嘛，万幸当行列为此。那太好了啊！给老夫给予王道之罪，别叫来人及先生到此，应办事理，呀！赵老先生，不要客气，万幸名声就到，名声就到啊！
某儿，你不在书房读书，为何跑到这里来了？弟弟，我天天到这里来的。哦，到此做人？等张先生啊。等张先生。哎，弟弟，你咋不相信啊？你也等在这里，张先生啊，肯定会来的。指望你想啊，张先生比我还待不下去呢。哦，他是当今才子，事若不管据说。弟弟，他天天在这相局边上，闷声不响，行来行去，好像漏掉什么东西一样。弟弟，他是在寻什么啊？你小儿子哪里晓得，张先生他是在寻思啊。寻思？哎，弟弟，这是在什么地方啊？哎呀，天上地下无处不是啊！天上地下有噶许多事，弟弟，那怎么会找不到你？好了，某儿啊，张先生是当今人士，文采甚好，为吾特地请来戏院，有此两次，你要好好读书，莫再顽皮了啊！这个先生啊，我是喜欢的。好，那就好了。老爷，刚才陈家有派人送来私信。某儿，晚上去吧。好。老爷，刚才陈家又派人送来私信，要你马上去面谈婚期。唉，女儿凭得这样，还来催婚，真是岂有此理！来噻。
相信为生意，他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到是今啊，满是花儿一结果，为什么？谁儿恰是夫应中，我不是堂上老官安9年，心房是女金根中，我不是在传奉名团元气兰桂生疏瓦绿空，我不是啊看官相思闭目转，难成希望路交融。哎呀，小姐呀，你不该负心无息负应心，是小生啊托得红绿帮年月春，东里西菜早是莫相去烦。妹儿，哎，你做什么呀？张先生，你老是在这里转来转去，做什么啊？我我在观赏园中景色，在观赏园中景色呀。不对，你想骗我啊？晚上我不晓得，我老早就晓得的。哎呀，这小孩子不懂事啊！要是讲了出去，哪我了得呀？妹儿，你晓得些什么？你怎么会晓得的呀？哦，你是问我怎么会知道的呀？是我弟弟讲的。你弟弟讲的什么？我弟弟生你是在姓什么？姓施啊。姓施？哎，对，我在姓施，我在姓施啊。真的姓施。先生，姓施与甘来嘛，可你一为困天，
一位没对题，不是摇头就是叹气，把神都蒙实在。晓得什么呀？张先生，你有心的事啊，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喏，就在我姐姐的楼上。哎，张先生，我带你到我姐姐楼上去请示，好吗？哎，请示去，哎，请示去。美儿。你家姐姐在路上认识吗？我姐姐常常认识的。认的什么事？认的。哎呀，认的什么事？是不是这样的事？红梅处在熬成开，此事有人亲自来。哎呀，不对不对。草丹花生面正位，安详飞手梦境为梦境为是这些事啊。好像有个梦似的，有个梦似的，有个梦似的。张先生，这事是什么意思？讲给我听好不好？你呀，你年纪还小嘞。还小啊？哦，大概明年就可以了。美儿，你家姐姐可叫赵玉英？哎呀，你怎么会知道的？我是猜猜的，我是猜猜的。怪不得我弟弟说你是当今的才子，连名字都猜得出来。妹儿，我来问你，你家姐姐今日在路上做的什么呀？你问我姐姐呀？她呀，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时啊唉声叹气，有时啊满脸鼻涕。她呀生病了。生什么病？我也不知道。好像是为了婚姻之事。什么？为了婚姻之事。张先生，哎呀，张先生名字姓曹的。哎呀，小弟，你突然为我相思成病了，我爱情尽谁翻来去，扪心思去才难当。爱得你思君心思悲，沉恨你衣裳情牵俱未长，爱得你一袖切记反复念，非情望残酷夜长。小姐呀，怕的是你相思真爱少下子，气的是儿女是人开难当，我恨不能啊。
红妆啊！哎呀，刘良子，哎，刘良子，你怎么不认识我了？哦，梅花，梅花。这一下子可真的来了啊！哎，见世上每次一说，我不免采取其事，将小娘子带去送与小翠呀。小娘子，我在这里教书了呀。你成了这里的教师先生又怎么样？啊，小娘子，嫌凡事事都是我的不是啊！你有什么不是？啊，我让小娘子传言一声，就是叫小姐不要为我孤问于理呀！你的事是什么呀？啊，请问小姐身体有些贵呀？想必是为小生而起呀！哎呀，我家小姐哪有什么病？你说什么？我家小姐没有病啊！是事实来，你家小姐服病？哎呀呀呀！恭喜小姐福体康泰！哎呀呀呀！小生无情失言，枉费见责和枉费见识。我家小姐一听到他就火冒三丈，他还在高兴你。哎，小娘子，你看，这世上每次一说，我不免采取其事，放小娘子带去送与小姐才是啊。好好好，那我在哪个这边再帮你送一次啊？好。只是多谢小娘子你来看啊！想当真，好多梅花出芳人，转眼间啊，苦苦梅子吐清香，今日里咱们大宝喜色精灵，万顷小弟请客上啊，请客上。我让小娘子与小姐说好。哎，他手下与他算，亲戚本色不变样，都与小弟了成亲，其实每次虽算无的离场，为离场。
老员工啊，你这样匆匆忙忙往哪里去啊？哎呀，张先生，我家小姐病情加重啊！哎，我去请个医生来。哎，老员工，你家有几位小姐啊？哎呀，只有一位并无第二喽。叫芳名，叫邵月英。邵月英。哎呀，我去请医生去。哎，老员工，小姐的病情，大体，我在无妨吧。我家小姐，小姐，哎呀，小姐呀、襄阳张生既往，以青14岁之年，自己于朝日月阴，小姐临前五虎月阴，亲自赞美尊尊，普及百年格林效应，皇室言贤，身兼数面，势必天灾，耿耿此心于往前，方闻不灭，今夜从日为梦，也得于此啊，来日再见心愿，言语中情不可阻，误会在父为伤心。小姐啊，
难过我只盼偏用钱财来迎此你呀，吃不了我咋把带小强你讲，我只盼夫唱妇在情深恰不了若云想小张黄江，你那里谁草谷中无马少方问一缕随风飘，我这里面对另外唱同团我心碰几酒泪难道与无理的心要作怪？万日看你到了也有三下我那常如意，我是父子金花不谁都死了一段长好一个知身有情难得他为我小姐从飞很期待陪陪登上
得这样伤心，就是铁着人儿也要弄爱你嘞。哎，小姐啊，小姐，你真是死了我有这样一个人，才想念着你啊，小姐。我听堂外迎声哎呀，为何不见小姐的访问？哦，莫非是余文也梦？听不知毛发索索，心儿跳啊，心儿跳啊。只见他脸色苍白，好几望，他浑身钻斗，为哪条？定是心的一地定，人是不斗，你是杀。哎呀，再这样下去啊，可张先生真的要吓出毛病来噻！我还是对他说不了吧。张先生，开门啊！你是小姐吗？张先生，快点开门，我好进来呀！张先生，开门小姐她虽为我王子来找，是这般生死情愿天下上，今要挽计划语音为防为营，公公进京开门将。小姐稍待，我来了啊！张先生啊！母亲来问面不错，你为我冒名将门来敲，一定是中规十三岁他跳，方对你在母会报实账。你无耻！张先生，你无耻！你听不见？你要
是不知了啊！你问野鬼手里去，咋敢无能去攻啊？张先生，我不是叶问野鬼。你是谁？是神，是少女小姐的丫鬟香君。少女小姐身边的丫鬟香君。不是。张先生，你还认得我吗？是人见过，也是想不起来了。张先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可记得晚辈叮当，该连招手的。你到底是谁？少小姐的丫鬟香君呀。我真是赵小姐身边的香君。哎呀，小娘子，你可来许下小生啊！哎呀，张先生，你真糊涂！我清楚的很啊。还清楚嘞。好，你既然是赵小姐身边的丫鬟，我来问你，这支梅花是从哪里来的？这支梅花嘛，是你拿着在园里摘的呀？这就不得了啊！不对在哪里？哎呀，要是真的是曹小姐身边的丫鬟，她就知道了啊！红梅初绽傲春开，此时女人亲自来。草断花飞，面贼为呀飞送梦境为。哎呀，果然是小妾方文来了！哎呀，果然是小妾方文来了啊！今夜光临西。
小心，必能结识千美品。小心一人走天我会唱。常言道，亡羊补牢，必衰自在人为上人亡。小弟呀，天眼目睛察鸳鸯，小心稍微称方。眼看这今世姻缘一心房啊，我与你只得来生从前乱梦再thấy双啊。也有心，才知是红堂作戏将神恩宽，这真是神心多变就拥抱，绵言蜜语你是啥老先生？不玩月老切何事？牛女早已度恰巧，老夫早知有此事嘛，何必去把小女走哦？啥老先生，请进来，必请啊，请。大老先生，请手啊！请手啊！请手！大老先生，上礼谢谢。老夫有事要与先生商议。有啊，请讲。李子先生可曾婚配啊？尚未婚配。老夫做过媒事哦。承蒙老先生的好意，外甥偏有天下，志在四方，这婚姻之事嘛，请勿操心。这也怪他不得，他真知我弟弟真是方才的那个，对我慢慢点名于他。张先生啊，这道亲事不错啊，你还是答应了吧？老先生，
万岁另有心事，婚姻此事不假操心。先生的心事嘛，老夫已略有所闻。这先生，老夫虽如年老，并不愚直，神经事态也越来的多了，对于这些事情嘛，是不大理会的。松下，松下，松下，松下。哈哈。长老先生宽身大度，不讲事实，万岁实是王贵。不过什么啊？不过万岁初到武林，路径不熟，那日路过真源，得与你讲消息。他就讲什么啊？他就讲这是梅花相生与我哦，不料相言不是今夜之事，他们彼此往来已有半年之久了啊！张先生，你可知老夫弟弟是哪家小姐呀？那就不用说了啊！先生不用客气，老夫弟弟真是方才的那个啊！那个啊？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哎呀，老先生，方才走出去的那个，你可以看得清楚啊！看得清楚啊！认得明白？认得明白？他是人？他不是人，难道是鬼呀？是个鬼呀！是鬼呀！张先生啊，你不要再故作允许愚弄老夫了啊！万岁，句句是实呀！想着儿女私情之事，我做长辈的不便明言，只能问定啊。张先生，老夫实言相告，这里确实只有鬼啊！岂愿是地处撇叶穷山下，父母黄秋偏地高，每逢那真心真情月明夜，真不是鬼影幢幢来为梦，这来湖上只一个，放在我亲眼目中有一双。是有一双啊！张先生啊，说来奇怪，西园之鬼不怕鸡啼，都怕猫叫。哦，西园之鬼不怕鸡啼，都怕猫叫。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啊？好了好了，明人不用细说，还是言归正传。张先生啊，有道是恭敬不是从命，你做好准备，明人与我女儿拜当成亲。老先生也已成了老夫高子啊，老先生，老先生，赵老先生，这位赵老先生，莫非替他死去的女儿见我弟弟殷勤？也罢，养亲不成，殷勤也好。哎呀，小姐呀，小姐，这一下谁不能与你深入路上，却可以私通为了
了啊！我并没出去过啊！哎呀，我与你无亲无故，你为什么老是卷了我啊？张先生，你不用怕，不用怕，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什么事？那小小姐是神，我也是神。是人是鬼，小神清楚得很。你这余文野鬼，是属于我阴去。他真是鬼迷心窍了。张先生哎，你再仔细的看一看。看呀，哦，我想起来了，那是在西园之内，小提方问心灵的事语，旁边那位小娘子见他渣渣给给，嘟嘟顺顺，不就是是个女鬼吗？哦，怪不得他是称是小姐的妖丸，大概是阴司的妖丸了。好，你既是小姐的妖丸，与我试纯了。包在我老爷里的亲事，你要答应才是哦。这亲事我早就答应，明日我须碰灵位与小姐非常成亲。哎呀，这位小姐是神，不是鬼呀！你是什么？她是我家老爷的姑房女儿少女小姐的妹妹。是少女与小姐的妹妹？哎，明日你我小姐的妹妹拜堂成亲。哦，不，小生今生今世死不再娶。先生还是答应的好。不答应。不答应。好，先生实不答应，那我就不走了。哎呀，你还是修的好，你还是修的好啊！不走嘛，就是不走。啊，你真的不走啊？你真的不走，我就要。你要做什么？我是要为我而死，我岂能与他妹妹悲堂成亲？但我死不理智，还是走了吧，还是走了吧。张先生，张先生！哎呀，小姐呀，小姐，你还是跟着小生去往襄阳吧。张
伴在身旁，想不到事与愿违，曾泡影，被逼结婚，谁呀洞房，小心杀贼去婚罪，他灵媒谁是谁所要原谅，事关生命难拆谁，我只能为报灵为泪呀悲伤，小姐呀你魂归现在空与黑，我分身黄沙梦一场什么与他里面成连理，分明是小姐访问到此地，小姐你万生不如来。什么事表什么情，生什么美存什么意，你看是心底问什么事，他不得意，生什么理，我宁愿若是随空忙，不在水里，在水难去。今的此事虽然被逼无奈，一力独尽，将心比心，也难怪他为我生气哟。我才是为报灵
晓他的心中情，真不要怨我母亲知不见，陪我艰辛将去亲。他为我在人间有失成平，他为我父亲下去心孤情，这般生生世世情不移。好，小姐，小姐呀，母与你做一代陈贵夫妻。这怎么办？好，别怕，小弟呀，你在阴曹一副对。又因小姐之灵为啊！
小姐，理想的少小姐并不是今晚与你同往的少小姐，今晚与你同往的少小姐，才真正是有缘所见的少小姐。不过她不是死去的少小姐，恰是活着的少小姐。当初她还不是少小姐，如今才是么少小姐。她本来不是少小姐，过往儿才叫少小姐，原先只有一个少小姐，后来才变成两个少小姐，才叫你把这两个少小姐当成一个少小姐。张先生啊，你心中爱的少小姐，那就是这位道道地地嘛，地地道道，不怕鸡的，都怕猫叫的少小啊。